史航2025年4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赢过死亡的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雅各书第8章第10到14节。你若是我的兄弟，输过阮老母的恁，毋知偌好。安尼，我伫外面拄着你，甲你亲嘴，就无人会看轻我。我会带你入去阮老母的厝，伊会教示我。我会互你啉调和的酒，甲石榴的汁。你用倒手扶我的头壳，用正手揽我。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，我恳切甲恁吩咐，毋通拍醒，毋通搅扰阮的爱情，到阮欢喜满足。对旷野墙内摕伫伊亲爱的身边，迄个是啥人？我伫苹果树骹甲你叫醒，你的老母伫遐怀孕，伫遐经过随阵的痛苦生你，互我亲像印嵌伫你的心内，亲像印放伫你的手骨。因为爱情亲像水遐尼有力，情热亲像阴火遐尼强烈，所发出的炎热亲像火焰，亲像极猛烈的火焰。大水袂当拍化爱情，溪水袂当甲伊消灭。人若用伊所有的财产来买爱情，一定互人藐视。阮有一个细汉小妹，伊的恁还未发育成熟。人来提亲，阮着安怎甲伊说法？伊若是墙，阮要伫伊的顶面起云塔；伊若是门，阮要用片香插帮甲伊围起来。我是墙，我的恁亲像两个塔。我亲爱的，一个看到我就心满意足。所罗门伫巴力哈文有一区葡萄园，伊将即区葡萄园租互固守的人，因逐个人为着因的果子，着纳1000个银。我有葡萄园是我家己的，所罗门啊，迄1000你摕去，200互固守果子的人。踮伫园内的查某囡仔，当伴拢在听你的声，你嘛互我听一下。我亲爱的啊，赶紧来，亲像羚羊，亲像鹿仔，来到唱出香味的山。赢过死亡的痛。当咱讲到上主的痛，有时阵会因为想过抽象，煞感觉有点仔茫然。上主的痛究竟是安怎呢？是亲像雅各不断重复讲述的，亲像恋爱中的人遐尼浓烈，还是亲像老爸老母的痛遐尼坚定佮温暖的？还是亲像圣诞老人的慷慨，总是会当如我所愿，互我所意爱的礼物呢？伫雅各的尾声，作者为上主的痛提供更较悬的赞词认知。对字面来看，作者讲上主的痛，就亲像死亡遐尼坚强，和阴间上款牢固，亲像火焰在烧灼。无论人要安怎，也是毋接受，死亡是每一个人拢必须面对的事实。伫犹太人的世界观，阴间是人人
拢必然着前往的所在。若是上主的疼，搁较是安尼的深刻，伊疼世间所有的人。另外，上主的疼并毋是静止的、被动的、沉寂的，反倒转是亲像火焰，具有爆发力，搁带来强烈的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死亡、阴间、火焰的原文，拢和古代近东异教神明有所关联。换句话讲，作者借由双关语的笔法，互诗句的意境搁较深沉，甲上主的疼推崇到超越宇宙万有的境界，无任何事物会当甲这相比拼。对神学的角度来看，上主的疼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受苦牺牲、死亡埋葬，搁活上天，彰显出赢过死亡的事实。亲像厄古斯丁讲的，就亲像死亡用毁灭性的工作来成就震怒，疼也相款，伊要用救赎性的作为来实现伊的震怒。耶稣赢过死亡的权势，在于伊亲身经历死亡的阴影，显明伊并毋是一位高高在上、无视人间火焰的上主，反倒转是甲受苦者徛踮做伙，含人同齐经历苦难、受冤屈、挣扎的上主。伊的疼甲拯救是坚定的事实，进而用亲身受苦来彰显。亲像神学家海斯昆伫伊的著作《做基督徒》册内讲的，所以作为无望者的主，伊就无搁再是一位处点超验距离以外的上帝，反倒转是一个无通估量的善意中大群人的上帝。伊伫整个历史过程中，风云无限地伴随人，甚至伫晦暗无明、堕落无益、茫然弱势的时阵，也诱导人做希望的冒险，甚至伫远离上帝的所在，也悲悯、为怀、收容人。这个上帝是为人的上帝，是一个完全徛踮咱这边的上帝。伊毋是一个对顶面用神权威吓人的上帝，反倒转是一个宾伊近人的，甲咱踮伫下面同齐受难的上帝。假使咱对上主的疼感觉袂当理解，检采咱通伫基督中回想家己捌行过的生命低谷、挫折和苦难，相信咱会发现，迄经历苦难、赢过死亡的上主，就伫遐甲咱做伙流目屎。默想，什么是上主的疼？这疼带予我什么影响？什么是上主的疼？这疼带予我什么影响？咱来祈祷，感谢上主，当我还毋捌你的时，你已经用强烈的慈爱怀抱我，也看我藩篱和界限，找着我，愿你的疼持续吸引我跟对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